新华消息来看，交通部公告6月30开始，针对驾驶唔让过路人害人死伤，要加重处罚。害人轻伤上重会罚3万，害人重伤会罚3万得。未来嘛修法9长吊扣驾照的年限，要甲过路人地角嘅歹名声洗掉。 驶伫路上，头前明明是青灯，结果后一秒倒平煞，凶凶撞出一位排气包的学生囡仔，伫只弄红灯行过马路，惊到驾驶赶紧打动。代志发生伫宜兰市区，日下晡1点外，车主事后甲行车记录器抛去哩社群，也向警方检举，并且呼吁学校加强宣导。调阅路口监视器查证，是一辆自小客车违规在路口临停，让学童下车后，该学童不遵守号志。 违规闯越马路，警方已经通知涉嫌违规的车主到案说明，并且按照违反道交条例罚违规临时停车的车300块到600块，学生囡仔弄红灯是通罚500块。不过，若准路口拄好无青红灯是要安怎？日起时，台北内湖一位妇人人行伫斑马线，结果直接滑倒，我的车弄飞，回听到无法度爬起来，加在送病院了后无性命危险。虽然事当时驾驶并无食酒赛车，不过也家己讲是干那注意正边的车，无注意到车头前的状况，警方也按照规定先按处理。回到事发的 T 字路口，我们可以看到现场没有设置红绿灯，但其实都摆放了道路反射镜。不过路面上呢，也可以看到一个大大的亭字，要提醒用路人当心。但这已经不是这个路口第一次发生事故。7、8年前有被撞过，带的小朋友哈，我孙子啊，他过这个人行道的时候，有一部车从那边巷口出来，他左转，他只看右边没有车，他就转过来。等到我看到我的时候，才紧急刹车，已经撞到了。 为着避免行人地角的情形，交通部已经公告修正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相关的基准甲细节。对6月30开始，驾驶因为无停无让行人，致使行人轻伤，会提升罚到18000到3万；若若致使重伤，会比照致死的案件，相关是罚3万啦。未来也会修法提悬吊扣驾照的年限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